也若人讲是美国的股神巴菲特，伫初三的时阵，伫参加股东大会，伊宣布讲，伊有想要伫咧年底进行退休。伊讲到川普关税政策，伊认为讲无应该甲贸易当作是武器，利用关税互全球的股市安尼起起落落，互大家得咧心惊胆惊。The time has arrived where Greg should become the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the company at year end. 这里数万名股东头前，美国股神巴菲特初三伫内布拉斯加州出席扑克夏海瑟威公司的股东大会时阵，向向宣布想要伫年底进行退休，而且毋望由公司的副董事长阿贝尔来接任家己的职位。今年94岁，巴菲特伫股东会讲到暂时美国经济甲未来，对川普的关税政策，伊认为无应该甲贸易当作武器。一个国家若是自认为优越，说同时阵得罪世界其他国家是一件真危险的代志。When there's no question that trade can be an act of war. Trade should not be a weapon. It's a big mistake in my view when you have 7.5 billion people that don't like you very well, and you got 300 million that are crowing in some way about how well they've done. 巴菲特话内底虽然无讲到川普，所暗示川普这款利用关税引起全球股市震动，和各国真生气的做法并无妥当，敦促政府继续甲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做一开始美国甲其他国家分别上交做的代志。巴菲特解说是很欢迎，毋是一个国家的成功，就代表另外一个国家损失的任何游戏，比是两个国家的经济拢会当发展正旺。若是伫退休的话题，巴菲特是伫5点钟的股东会发问甲回答过程的上背后宣布这个消息。因为巴菲特过去一直表示无按算退休，外界拢认为爱等待巴菲特过身，才会予副董事长阿贝尔做接班人，所以就算阿贝尔已经伫管理公司的所有非保险的业务，真正拢毋知影巴菲特想要退休。公司新闻台是董炳耀。